聖斯德望天主教幼稚園上午高班信劉樂兒，全日高班愛譚希朗，全日高班望邱子柏。小朋友每個星期都會進行宗教活動，內容會透過宗教遊戲、歌曲、故事去認識天主創造同埋耶穌大哥哥嘅教導。就好似天主教教區學校嘅宗旨一樣，希望小朋友完成3年學業之後，除咗學識咗唔同嘅知識之外，更加將基督愛同服務嘅精神傳揚開去，成為一個熱愛生命、有正確價值觀嘅小朋友。有請陳神父及4位校長陪同得獎嘅小朋友拍照留念。恭喜各位小朋友，唔該陳神父，唔該